今次上深圳，由連城新天地行到去皇庭廣場，睇下食咩先。有得試食喎，晚餐就食片皮鴨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紅豆 T， 我喺購物公園站出，行連城新天地。地下街係一條好大、好方便嘅地方，橫跨幾個地鐵站。唔怕日曬雨淋，可以由購物公園站行到去江夏站㗎，連接好多大型商場，真係好好行。我今次呢，就只係行到去皇庭廣場，沿途都好多食店。見到有樂沙兒，有啲平價嘅零食，同埋日用品等等。呢間就食小籠包嘅，下次試下先。款嘅煎餅，呢邊擺滿咗遊戲機，嚟到皇庭廣場，見到有綠豆餅有得試食喎。
去行盒馬先生。好多款美食啊！有生蠔，即整即食。咦，仲有蟹喎！好多人揀蟹添。有麵包蛋糕。呢檔都好吸引喎，門口就有啲鮮花賣。睇下呢間食咩先？去咗3兩粉食嘢。叫咗個絲瓜肉片湯粉，牛腩湯粉，份量都好大，河粉好滑，好食啊！去食薑汁撞奶。3分鐘，好有薑味，滑溜正啊！周圍行下，米陀飯團，即整即包。呢間好多條魚喺魚缸喎。咦，有試食。去咗領展中心城，唔裝食晚飯。
環境都唔錯。叫咗半隻片皮鴨。呢個 CP 值好高啊，味道都正常。魚肉就好滑溜好食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，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，再見。